针对0605好大雨造成满岛地区部分积水，甚至农作物规片幼仔园拢泡入水内。对此，市长黄伟哲6号下午嘛会同议员陈秋红、甲水利局长前往会勘，并且调动抽水机来抽水。市长表示，除了优先保护人民，嘛会保护农民的作物，同时嘛承诺未来会增设新的水利设施。涵洞本来就比较低，你涵洞路把它做高了，颠簸了，像刚刚讲的那个02寮是淹到住户那边嘛？住户里面，对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优先来。我们做这个水利哈，这个抽水还有水利设施，最主要最优先就是住户先不要淹到，先保护人啊。其次呢，人都像马岛给啊、金马龙腿啊哈，就来保护我们的那个经济作物了哈。现在有这个顺序哈。这一块大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都是幼稚园。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左右两岸的部分，大概有布设了17台。我今天会再有一个布设3台的部分。那尤其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这个小皮社区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个问题。那过去呢，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在永安宫的这一个，在我们的左岸的这一侧。那目前这一次的那个降雨的一个状况，目前这个状况都还好，都没有些那个积淹水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在这里相关的排水改善的情形，大概有一些初步成效。所以这边民众的部分也会希望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上次也提了做了一个6 CMS 的，那然后再加上原本的1 CMS， 大概整个7 CMS， 那希望也是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站体。好，那这个部分刚才市长的指示，我们到年底开始做一些规划，把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些积水的部分做一些处理。先治标的部分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修逼这边的这个文旦园的这个淹水哈，现在淹水是淹在这边嘛哈，库拉当下当个快东西的，这先来处理。那刚刚那个局长跟你报告了嘛？这个在施工中了，这是我大致上都完成。这个马上做好的话，这一线再弄起来的话。对，林安娜还是可以，好，林安娜买当个这几关保护。水利局长韩荣华表示，这届0605强降雨的事件，到6号上午6点，总共积水通报有28件，其中满岛区包括高速公路的涵洞、林安娜部落顶，因为强降雨宣泄袂赴，加上地势较低，积水无法度来壮力排出，未来将研拟其他的改善方案。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